冇資2000萬零宣傳，露半球資冇道德。柏芝尋晚幫 Gucci 行 show，露出北半球，透埋乳貼，好專業啊！張柏芝小姐，我哋合約寫明你要同 Lucas 出嚟宣傳噶嘛，但你一直揾埋咁多理由拒絕，你咁係違約噶噃，我哋已經發咗律師信俾你噶啦。之後仲話柏芝冇職業道德，下次咪使旨意再合作添。本人要出席一次內地，一次香港，跟住 Lucas 要出席一次內地啦。喺簽約裏面寫清楚晒嘅。係咯，冇嚟出席宣傳啦，手柄禮啊，啲又話其他工作啊，為咗 Lucas 返學啊，或者各種理由推我哋。呢部戲柏芝收15萬人仔 ，Lucas 都收80萬人仔，邊個話 Lucas 一杯雪糕搞掂㗎？冇紙加埋成16萬人仔，即係2000萬港紙㗎。柏芝16號繼續甩底杭州首映，0蚊去咗北京撐趙本山，你話片商點會唔嬲啊？佢個經理人仲喺微博還擊，話呢種宣傳炒作太卑劣。